听到未？啊，听到，咱要三个来看吼，启示录13章第1节到第18节。我看起个手对海中起来，有10个角，7个头。伫10个角顶面带着10个冠冕，7个头顶面有属毒的名号。我所看起的手，形状亲像白，伊个骹亲像鱼的骹，喙亲像狮仔的喙。伊个灵就将家己的能力、座位甲大权柄，拢互了伊。我看去手的7头中有一个记号受了死伤，伊个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拢希奇军队伊个手，不拜迄个灵，因为伊将家己的权柄互了手，也拜手讲，谁啊有法通比这个手呢？谁啊有法通甲伊交战呢？我赐予伊讲夸大、亵渎话的嘴，个权柄赐予伊，通任意离行42个月。手就开嘴，向上帝讲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伊的长母，以及迄位点伫天顶的，我出在伊甲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将权柄赐予伊，这互各族、国民、各方、各国，原点伫地上，名利对创世以来无记伫受台的羔羊活命册顶的。拢要拜伊，凡有耳仔通听的，就应当听。受掠的人也较受掠，应当台的也较互倒台。圣徒的吞论甲信心就伫遮。咱先看1到第10节吼，咱先看到1到第10节。咱顶礼拜看的时阵，咱看第12章啊。12章遐有讲到一只什么大只的红灵吼，大只的红灵。然后今仔日到13章，咱看到伊讲对海内有一只手起来个。然后伫第11节的时阵，伊是讲对地上有另外一个手个。所以这个是3个个。所以第4个奥表，就是海出的手，对海而出的这个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其实咱有可能看到这3个我该称作什么？邪恶的三位一灵啦，三位一灵哦，伊是叫做 Unholy Trinity。咱在咱所相信的上帝哦，伊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是恶者哦。伊相反哦，伊要来缀上帝哩咯，伊也是有叫做三位伊毋是一体咯，因三位哦，因有送一个灵因的灵是什么？就是邪恶的灵有3个灵是什么？头一个哦，就是迄只灵红灵哦，咱讲迄个是魔鬼撒旦然后咱今仔要看的就是一位叫做敌基督对海内起来的手，然后有假先知假先知，所以 Lucifer、Antichrist 甲 False Prophet 所以因3个合起来也是要亲像上帝相款三位三位，伊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抵挡上帝，然后要来败坏人败坏人。咱看到敌基督咱这个字咱常常有听到。敌基督的意思是什么 ？Antichrist 的意思是什么？安代甲 Christos 就是基督这两个字合起来什么是安代咱讲这敌基督伊有2个主要的意思。头一个就是敌对、对立、对抗的意思，所以敌基督是咧甲基督还是甲上帝对立、对抗第2是代替的意思伊毋是单单敌对伊爱代替来代换的意思啦。所以这位敌基督伊要来代替基督的位来互人按遐来敬拜伊，互人来尊敬伊。所以
敌基督这个词的意思哦，就是指凡是什么呀？反对，还是敌对基督者啊，并想来要代替基督的，伊就是称作敌基督啊，伊就是称作敌基督。啊，对敌基督会看到底伊是一个人啊，还是一群的人，还是一个叫做system 啊，英文叫做 system， 一个制度，还是一个精神啊，就是敌基督的精神啊。伫圣经内面咱可以看到一撮物件。其实伫圣经内面敌基督这个字出现伫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迄是使徒约翰写的。伊讲小囝，如今是末时咯。恁捌听去讲，迄个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一个敌基督出来了。对安尼，咱就知影，如今就是末时咯。咱就会记得约翰第是写约翰一书伫主前差不多七八十年的时阵所以迄个时阵，伊讲什么？敌基督已经来了伊讲恁捌听到伊要来现在就是伊的时代已经有一个，我毋是有一个有真侪基督出来所以咱知影，咱就是如今是末时所以对耶稣基督来的时阵伊死了升天了后，末时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末时到即阵有差不多要2000年咱就是叫做末世的时期所以敌基督伫迄个时阵2000多年前已经有一个要来。所以伊所讲的这敌基督是在抵挡基督的一个人还是一个制度伫遮。然后伫第2章第22节里讲上是讲白实话毋是迄个无认耶稣做基督，无认爸甲囝的，这就是敌基督无要承认耶稣基督第3伫约翰一书4章3节凡人无认耶稣的，毋是出自上帝迄个就是敌基督者的灵恁从前听起伊要来现在已经伫世上所以讲到这是敌基督的迄个灵是无认耶稣的。然后第4个就是伫约翰国讲因为世界有真侪未晓人的出来因无认耶稣基督是什么？成了肉身来这就是迄个未晓人敌基督的。所以对伊来讲这个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已经来了敌基督已经来了。但是咱考到启示录的时阵这个真有趣味的代志应该伫启示录内面咱按第1章，咱若听，咱已经讲到17讲咯。17讲内面也常会听到敌基督，敌基督，敌基督但是你若去读启示录对第1章到21章你袂看到敌基督这个字你袂看到敌基督这个字所以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但是伊写到启示录虽然伊将敌基督真清楚的表明出来会形容描述出来但是伊无用这个名伊无用敌基督的这个字伊用什么伊用手 OK 伊是用手这个字耶稣的手对海来起来的手还是伊就是讲说就是这个手所以对海来出来的手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若看圣经怎样描写怎样来写伫第2节伊讲我所看去的手伊的形状亲像什么亲像一只豹但是伊的脚你看伊的脚是什么熊的脚伊的嘴是亲像狮的嘴所以这个看咱从一个叫做怪物这个怪物当然咱就会记得约翰伊写的时阵这个是象征symbolism 是咧代表这代表什么呢？其实咱是着对但以理书第7章按遐来看按第7章到第3节到第8节有讲到这个手还是讲到这个敌基督是啥其实咱是有法通对2方面来看。
头一个是伫但以理书第2章几章但是第36到43节就是讲到尼布甲尼撒伊所放弃诶这个大仙像金的头是代表巴比伦然后有代表什么伊的手夹是代表波西马代然后伊的腹肚是重的是代表希腊然后伊的脚这个是铁代表罗马，然后伊的枕头是讲伊的脚是半铁半土的这个是伫但以理所讲的。但你若看但以理书第7章第1到第8节相款有讲到即几个什么国度即几个帝国但是伫但以理是第7章伊是用什么用手来代表伊讲到什么有一只狮然后伊有7个这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巴比伦还有代表然后伊讲刷落去又看到有一只熊有一只熊这个熊就是代表波西马代啦所以是上这个国家然后伊看到豹这个豹看哪用豹因为豹真紧有4个头就是讲这个豹就是代表这个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帝伊真紧伊攻拍规个世界差不多一半伊占去伊真紧但是伊死了后有4个什么伊4个将军将伊的国土甲分做4方面所以这是希腊罗马就是第4个手伊讲这个手真无相然后伊咧讲罗马的时阵又讲这个手有10个角起来有10个角所以这个10个角其实甲这个10个脚床头拢是讲到什么将来要出现会叫做复兴的罗马帝国啦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你若看启示录的时阵伊讲的时阵伊形容的时阵伊是按8开始伊是按8开始了伊才讲到伊脚形了伊的嘴是亲像狮伊是倒掉因为当约翰伊咧写的时阵这3个国度巴比伦波西马代甲希腊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伊现主是伊是伫罗马帝国所以当伊看历史的时阵伊头一个看到是什么希腊然后搁较久的时阵是波西马代搁较久的时阵是这个巴比伦所以伊就伫遐来伊讲这个手要起来伊是这3个国度的总合总合所以咱有法通想象伊将来要是什么款的这个帝国然后伊的官兵对倒落来呢你若看第2节第2节伊讲迄个灵将家己的能力座位甲大权拢互了伊然后第5节也是相款讲伊灵将能力互伊第7节伊讲伊有迄款的能力伊有法通制服逐族逐民逐方逐国你来记得伫咱看第6章的时阵讲到有4个什么4个骑马会记得无头一个骑马头一只马什么色白色的白色是讲到征战伊出去伊赢了搁赢但是伊的弓又无箭伊的弓无箭意思什么伊是安遐来得胜所以咱看到伊真牛所以伊有法通制服逐族逐民逐国逐方所以伊看到这个手的时阵到第3节伊讲什么我看到这个手的七头的中有一个几乎是受了什么死伤的几乎受了死伤然后迄个死伤搁再活起来搁再活起来所以到底伊遮是讲什么有发生什么代志呢有发生什么代志所以解经家有真侪讲法
啊，头一个讲法啊是讲啥啊？伊这个七个头啊，啊，这个是讲啊到啊罗马帝国啦，哦，罗马帝国咱知影伫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有伫地啊，但是伊到差不多400几年的时阵啊，伊就完全无去，完全干呐啊，人来无去了，毁灭去了，伊无去啊。但是将来啊，会搁再出现啊。所以讲哦，其实这个就是咧讲到罗马帝国会搁再复兴起来。有人讲无，这个咧讲到7个头内面啊，有一个记号受了死伤啊，是咧讲到掠基督本身啊，吼，咧讲到掠基督本身个，因为伊有可能会干呐，会受到真大的伤痕个，叫做致命伤个啊。兼且因为这个伤真大个，但是伊险死哦，哦，但是伊无死啦，啊。但是第三个讲法是讲，无这是掠基督个，伊着到迄个伤痕的时阵个啊，伫第几节啊？第14节，哈，你若看第14节哦，伊因为赐予伊权柄，伫手的面头前有法通行奇事，伊就袂晓点伫地上的人讲。着予迄个受刀伤，也阁活着会受做伤，所以伫遮有讲到，原来迄个受着迄个致命伤吼，致命的伤个是互刀刣着的啦，哦，然后就是讲，伊先是死啦，伊死了哦，但是伊干呐，伊搁再活起来啊，哦，伊搁活起来，所以。到底这个掠基督有死，还是伤啊真伤重，然后好起来，也是伊死了过啊？啊，咱唔知影个圣经无清楚讲啦。但是哦，啊，一项知影是讲，当伊好起来的时阵哦，全队的人拢干呐，真是真稀奇的。哦，这个死的啊，搁活起来哦，啊，伊要怎啊？啊，伊真稀奇哦，所以大家人就干呐。君帝伊啦，君帝伊的意思就是敬拜伊，啊，来拜伊，啊，来当作神来拜。所以因为安尼哦，有诶个解经家就认为讲，伊先是死啦，然后伊个活起来。但是当然有另外一个问题咧问咯，有影主耶稣基督死来个活，啊，因为上帝掌管生命，魔鬼是毋是有法通互死人个活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啊一点啊，底下咧讨论的个啊，咧讨论的。所以无论如何，咱无真清楚伊是死还是无死过。但是世界的人拢要拜伊，世界人拢要拜伊。但是咱要记得啦，这个咱所讲的这只手啊，还是讲这个人叫做掠基督啊，伊是人啊，啊，伊是人啊，伊唔是灵啊。啊，所以咱讲伊只红灵啊，伊是魔鬼，魔鬼是啥物啊？伊是天使啊，就是坠落的天使，伊是灵界的物件啊，伊是灵界的活命。但是掠基督是人啊，甲你甲我啥，但是魔鬼也是将灵力互伊啊，互伊啊。所以啊，当人拜伊的时阵啊，其实这个是世界历史以来啊。真侪人爱人来拜伊，是无？你看埃及的法老王爱人来拜伊，啊，真侪王爱人来拜伊，啊，甚至能看到现主时嘛是有真侪人爱人啊来拜，但是拜一个人到底是怎啊？啊，其实咱就会记得啦，当咱拜的时阵啊，啊，咱敬拜的时阵啊，虽然咱讲是拜一个人，吼，还是讲拜一个偶像，吼，拜天顶的遮物件。当咱拜的时阵，即种物件，像讲你看到星，有个人看到星，看到月亮，伊去拜，啊，是毋是？因讲阮是咧拜月亮，但是啥是拜月亮吧？啊，伫圣经内面，互人看到一项真重要的一个一节的经文个吼，啊。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19到20节个，伊讲我是怎样讲呢？这是保罗写的，是讲这偶像的算得什么？
所以伊伫遐是咧讲啊到有法通食祭偶像的面无啦？伊讲其实祭偶像的面无算做什么啦？哦，啊是讲偶像算伫什么啊？哦，原来是讲什么啊？外邦人所献的祭啊，是献互啥啊？献互鬼啊！啊，这是保罗所讲的。外邦人所献的祭啊，伊毋是派献互偶像啊，伊是献互鬼啊，伊毋是咧祭上帝啊。所以讲，我无愿意恁甲魔鬼相交。所以才有人看到一项，咱拜的对象啊。虽然有的人讲，哦，我拜一个像啊，但是这个像啊是代表上帝啊，毋是啊。啊，真重要一项啊，咱是拜人拜的时阵，人是拜迄个像后面的迄个灵啊。哦，后面有一个灵力，有一个灵啊，迄个是人咧拜的。所以迄个后面的是什么呢？其实迄个就是魔鬼啦。啊，昨晚伫未开始的时阵啊，我甲有做长老啊，就你长老，阮咧讲到昨暝啊，这个杨立信牧师啊，又讲到这个关于咱中国人这个就是对死亡的一款的观念啊，就是讲到咱中国人对人过身的时阵有一个做法伊讲你着去想看觅，看你若要去做安尼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干哪去做物件，那着去拜是去干哪？伊讲有时阵基督徒无咧去想其实你拜毋是孤单拜，有的人讲因为这是我的是大人所以我为着要尊敬伊我来拜伊。其实当拜的时阵那记得伊也搁伫后面有一个灵伫遐咧干哪？咧来接受罪。有的咱中国人讲说，哎呀，咱着摕物件互伊食。其实你我逐个人拢知影，咱所拜的物件伊袂去食因为国家是大人过身的时阵，你袂去食。但是干哪？这个是恶伫有灵伫后面咧来接纳一款的拜。所以保罗伫遐讲什么？其实偶像无算做什么啦。其实这偶像的物件无算做什么啦。但是咱就会记得在咧这偶像的物件，偶像伊后面有一个灵在灵是啥除了上帝，这个灵以外，刷落去是什么灵就是恶者的灵。所以伊讲我无爱互恁甲恶者的灵有交连有什么关系？所以伊就是讲到基督徒袂做你去食这个祭偶像，甚至去什么敬拜，还是祭面的代志个的代志。所以当人开始来拜敌基督的时阵其实伊是咧拜迄个什么？伊后面的这个灵啦伊后面的这个灵就是迄个恶魔啦。所以咱来看这个手这个按海起来的手基督伊会对比咱知影魔鬼伊也爱什么？咱大家都叫做癌所以基督做耶稣对死来讲所以伊死的时阵是死上也是对死来讲伫第13节伊讲这个敌基督就是按海来起来的手伊头壳有10个冠冕伫第19章再拢总是启示录19章讲到主耶稣基督第2摆过来的时阵，伊头壳顶面有真侪的冠冕。那这两个冠冕无相同的原文这个第13章的冠冕是讲得胜的时阵的冠冕是讲说你去比赛的时阵你摕到的迄款的冠冕伫第19章讲的冠冕是一款有王的迄款的权柄有王的权柄的冠冕所以这个是无相但然后伊头壳顶面有啥物有写读的名号然后基督伊有写着伊的名字当然这名字是啥物圣经无讲伫第2章第2节第4节第5节第7节伊得着座位权柄伫第12章第5节甲第10节咱看到上帝将伊的国度的权柄赐予基督赐予基督然后伫这个海的手13章第3节
医好了这个死的伤还是致命伤然后伊搁再活起来，主耶稣伊是对死来个活，然后伊受人的敬拜主耶稣也是受人的敬拜第7节伊讲伊制服逐国、逐民、逐方、逐国第12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做王的时阵伊有权柄来管辖万国有权柄来管辖万国所以这个是咱有法通看到因两个的对照所以当咱看到伊伫遐的时阵因为伊国外咯真侪人跟缀伊但是伊所受的权柄当然这个权柄对倒落来相反也是对上帝来上帝予伊权柄通任意而行偌久伫第5节你看到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是3年半，所以这项代志咱有法通讲伊受到迄个死伤是差不多是3年，这个灾难期间的中头就是3年半，所以当人来拥护伊的时阵安尼伊来受人敬拜的时阵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你会记得当这3年半一开始人敬拜世界的人真侪人敬拜但是有一家人也阁是袂敬拜亲像犹太人甲信主的人伫灾难中信主的人袂敬拜伊所以伊跩人会拄着什么真大的逼迫真大的逼迫所以第6节咱就看到讲伊就伫遐来亵渎来骂上帝并且甲圣徒争战就是来逼迫圣徒，然后伊有法通来掌管规个国家规个世界，所以咱看到这个叫做什么One World Government 就是活世还是讲是全世界世界统一的这个政府世界统一的这个政府伫历史以来到现主时真侪人爱来统一规个世界爱做世界的王但是无法通做只有敌基督将来伊有法通来统一规个世界然后第8节真重要伊讲凡点伫地上名字对创世以来无记伫受台的羔羊的活命册顶的人因拢要来拜伊因拢要来拜伊，所以上会拜敌基督就是迄块名字无伫活命册顶名字无伫活命册顶这个活命册顶伫第19章20章咱会搁再看到伊会搁再出现这个是什么呢？活命册顶就是信主的人的名会刻伫遐信主的人的名会刻伫遐所以无伫遐的人意思因就是沉沦因就是无伫救因才会来敬拜迄个手迄个手所以咱爱问一个问题我的名有伫遐无我的名有伫活命册顶无其实名字真重要伫世上咱有时阵咱看咱的名有写伫遐无你的名你是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友你的名但是有伫教会的会友的名录无拄拄等于伫天顶活命册顶的名录然后伫活命册顶的名录伊无拄拄也是伫中华的当然有也做无因为人数有伫别个国家别个教会有名伫第14所以咱问咱家己我的名到底有我的名要怎来注册我的名要怎注册其实注册只有一项就是当咱信耶稣基督咱将咱的生命交互伊生命伊就是咱的主生命伊是咱敬拜侍奉的对象咱跟缀伊咱的名就是刻伫遐咯刻伫迄个名字所以
到底这个抓基督到底是啥圣经无甲人讲伊是啥但是咱知伊是啥物？伊是伊是咧对抓基督的。所以伫圣经你会看到真侪人咧写册的时阵伊真经捌用真侪人的名，讲这个才是抓基督像尼罗王，伊讲伊才是抓基督的，因为伊干呐被抓基督徒伫约翰的时代，是伊写启示录的时阵伊叫做罗米甸伊也是抓基督有人讲伊是抓基督那我咧看一本册伊讲一项真趣味伊讲魔鬼伊毋是完全会知影一切对吧？伊毋是亲像上帝讲无所不知伊真侪物件伊毋知影，所以主耶稣第一摆过来的时阵伊知影第是无伊讲伊也毋知影，所以既然伊若毋知影的时阵伊要怎有一个抓基督避难好势这个抓基督，伊讲所以魔鬼伫伊伫规个世界的历史以来伊就开始有避办一个人来做抓基督，伊避办一撮人因为毋知影主耶稣第时要来这个大灾难第时要开始第时要开始，所以伊又开始有才来有来避办所以你会听到有真侪的名讲到这抓基督到底是啥，但是咱到即阵咱也阁是毋知影的所以伫第9节就互咱一个讲一个境界搁做欢喜有喜的着着听，有喜就应该听，然后受掠的人就受掠，互堕胎的人就互堕胎信徒的吞论甲信心就是伫遮，伊遮就是讲到这个信主的人特别伫将来会拄到真大的困难真大的困难甚至人会干会受掠，人会干会受胎受胎甚至伫启示录讲啥物因的头因是啥物去斩头的，为主的缘故来斩头所以伫差不多几世纪以前特别中世纪以来伊讲判死刑都无人用斩头咯特别落尾近几百年内面判死刑都无人用斩头圣经佫讲要将来伫末世要斩头这个像但是咱来记日伫差不多几十年前最近几十年前咱会听到看一个跩回教的恐怖跩分子恐怖分子当伊掠着人的时阵因来甲干因来甲斩头因来甲斩，所以咱就看讲原来这个斩头的这样代志佫慢慢有咧开始咯，特别真侪伫回教乡也叫做因是以回教的苦难症来做因的日常生活还是因的律法应该是有一款的斩头，所以圣经所讲的物件咱若看世界所发生的代志渐渐咱会看到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安尼咱刷落去咱来看第2部分第2部分就是对第13、11节到18节讲到另外一位一个手伊是搁做啥物对地上而来伊讲我搁看起另外一个手对地上地中起来有2个角甲羔羊讲话亲像人，伊伫头一个手的面头前施行头一个手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甲点伫地上的人摆迄个史上医好的头一个手，佫行了大奇事，甚至伫人面头前叫迄对天讲伫地上。伊因为赐予伊权柄，伫手的面头前有法通行奇事，就袂遐点伫地上的人讲，着互迄个受刀伤也佫活着的手
做一个像告官兵书互伊，叫这个手的上有生气，并且有法通讲话。国叫所有无摆手上的人，拢敢若受台。伊国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伫正场顶还是伫遐顶受这个印记，除了迄个受印记，有了寿命还是寿命数目的，拢无伫做卖买，拢无法通卖买。伫遮有智慧。凡有聪明的，通计算手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伊的数目是几啊？666，所以是咱也熟悉的一个叫做 666，看到底是怎，看是怎啊？而且遮讲到对手起来啊，有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手灵啊，伊个咱看到伊只灵啊。将伊的能力官兵，互了什么？互了敌基督啊！互了敌基督啊！互敌基督啊！有法通行真多的跩神力啊！了伊啊，敌基督啊，伊是政治的领袖，所以伊征战啊，然后做政治的跩啊，甲人和好啊！咱会记得啦，伫这个已经甲以色列人立了和平的条约啊，然后有法通行神力、行技术。的能力啊，伊也是互什么这个对起来的手啊，咱叫做假先知啊。然后假先知啊，伊是什么？伊是宗教的领袖啦所以这个是政治，这个是宗教个，伊有法通行技术，实力技术，叫人来什么？毋是拜这个假先知啊，伊是叫人来拜迄个手啊，就是拜假基督。我能讲伊是灵。甲手的什么发言人伊是灵甲手的发言人，所以这位假先知啊，你看伊的工作你若看3位一体上帝啊，第3位是啥啊？圣灵，圣灵来的工作是什么？伊是要将人寄向耶稣基督伊是要将人寄向耶稣基督。互人有法通来敬拜主耶稣，来尊戴主耶稣。这位这个假的先知啊，伊的工作相款伊要将人带到什么手的面头前互伊安遐来敬拜来荣耀敌基督伫第13节伊有法通什么行技术所以伊有能力有法通行技术。伊的技术是什么？其中一个是对天讲什么？讲迄，你记第12章的时阵咱看第11章的时阵咱看到有2位什么先知还是讲见证人人若要害伊的时阵有火会对伊的喙来出来会将人来烧死然后伫旧约咱看到以利亚有法通叫火对天顶降落来。所以一位假先知伊同款有迄款的能力伊有法通能力，所以伊要卖遐对种的人你记得是卖遐。咱若讲到第17章的时阵咱会看到17到18章会讲到巴比伦这个是讲到政治的巴比伦这个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这个伫大灾难的中头3年半了后全世界的宗教只有一个尔，归伫这个宗教这个宗教是什么？就是敬拜敌基督敬拜敌基督，甚至伊会叫人创像毋让咱这个大像应该圣经的学者讲应该会刻伫圣殿内面会创伊一个真大的像。然后互人来拜然后毋但安尼，伊也是会叫人伫因家己的厝内拜一个敌基督的像。然后这个像是什么像？咱毋知影，兼且是亲像咱的这个什么？咱叫做照片咱的像合相的迄款像是迄款叫做什么伊创起来的偶像咱毋知影
但是伊爱人会拜。然后伊有能力可以互什么？互这个相啊有生气啊，意思是活诶，有法当讲话。所以你想看咩啊？一个人啊，伊伫厝内啊，人讲说有叠基督诶一张相挂伫遐，伊早暗着伫遐来拜啊，早暗拜。若无拜诶时阵啊，迄个相会知影，然后会讲话啊，甚至啊会安尼啊来害人啊。哦，所以逐个人在世就讲啊，乖乖会拜，乖乖会拜。啊，咱看到伫世界啊，特别啊，咱看到有诶人啊，会将伊什么国家领袖诶相摕伫厝内啊，哦，伫厝内。当然有诶人讲哦，都毋是要拜啊，可能有诶人也是讲哦，你着干即个相讲多谢，因为你有今仔日啊，你有通食，是因为即个领袖啊，互你啊，所以你着该讲多谢。所以你若安尼咧做诶时阵啊，这个就是甲敬拜啊相款啊，敬拜相款啊，所以伊有法通行真多诶神力，逐个人看到神力诶时阵啊，在世会干啊，会真相信。啊，伫圣经内面啊，我甲你分享啊，伫圣经内面你有看到神力无？圣经啊，圣经有真多神力，但是圣经诶神力啊，你若该归纳起来啊，你看到什么啊？圣经中啊，毋是逐摆啊，计真多神力。伊若做第做诶神力啊，做有法通讲什么啊？做圣诶时阵啊，伊有分一个时代啊，啊，有5个时代啊。头一个啊，就是出埃及诶时阵啊，甲进入迦南诶时阵。所以摩西伫埃及底啊，伊有10个神力啊，因出埃及啊，伫旷野啊，有真多神力啊。进迦南诶时阵啊，约书亚诶时阵啊，也是有神力啊。但是你会发现啊，神力约书亚因进迦南啊，头有真多神力啊，落尾渐渐就无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力诶时期啊。第二啊是列王诶时期啊，当然列王真长啊，但是主要是到落尾诶时阵啊，就是以利亚、以利沙诶时代啊，有真多神力啊，有真多神力啊。啊，第三个时期啊，就是狩猎诶时期啊。啊，像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啊，啊，咱伫但以理书有看到有一个神力啊，啊，3个朋友忝伫海河内面，海路内面也无死啊，但以理和忝伫西亚诶坑中，啊，西亚无食伊啊，所以全个是神力啊，啊，然后以西结也是看到一个异象啊，哦，所以狩猎诶时期啊，有一段诶时期有一个啊，然后第4啊。啊，就是初期教会啊，就是主耶稣伊3年半一开始来做工的时阵啊，伊的事工开始的时阵啊，到伊顶12个，甚至到使徒行传的时阵啊，咱看到有真侪神力啊。但是啊，你若读使徒行传啊，头前啊有真侪有一个神力，有真侪神力，落尾啊愈来愈无神力咯，因为初期教会啊，落尾就较无啥神力。特别你若看保罗啊，伫咧写书信的时阵啊，神力就较少啊，因为这个是做第做一个时期啊，落尾时期啊，就是末后这个灾难的时期啊。啊，咱有看到见证人啊，咱有看到什么？咱有看到啊，这个敌基督啊，啊，这个假先知啊，伊有真多的神力技术，所以这几个时期啊，有真多神力。其实咱现主时啊，我就问你啊，咱现主时伫教会，毋是咱中华呢啊，就是讲普世的教会内面有神力无？或者你会看起有真侪报道啊，关于有真侪的神力啊，有一个真侪的神力啊，所以现主时其实咱伫末世，则我伫一个咧开放的国家，还是咧开放的地区啊，就是开放意思是咧传福音，然后涉入教会的时阵啊，会看到真侪的神力啊。特别当现做是最第做的神力发生啊，是伫在回教的国家啦，啊，中东在国家有真侪的神力发生，所以我看到有信主的人也是愈来愈多。就是回教徒，但是因唔敢公开啦。因敢若咱会信主，因为有神力哦。所以咱看到咱目前咱是行伫
信力咱伫末期定定当然咱基督徒，咱对信力，咱有法通看到，咱也是爱去甲伊看，第个是咱的叫做好奇心。但是有时阵咱爱有信力发生伫咱的身上。伫菲律宾我伫菲律宾咱有时阵人特别囡仔唔好咱会有时阵会讲人会讲有某某的一个心意希律底是叫做什么？叫做无啦了跩会去找。我拄着，我捌一个青年人伊打电话互我，伊校伊时阵伊才12、13岁因老母是新主的伊讲因老母强甲伊去找一款的医生因为伊找专业医生医久医袂好伊身躯无好，则甲伊去找种的，所以伊家己感觉真无好势，啥是真无好势最近这几年内面我伫曼尼拉有一个会友也是捌叫我去因兜看看可是因请一个番阿婆一个工人女工人伊讲伊有法通会晓甲人医病会祈祷所以伊的查某唔好的时阵有咧扫伊讲我甲你祈祷会好啥时有甲伊祈祷该祈祷啥时有好有好起来但是这个人伊感觉这会因为感觉袂真好势所以伊就请我过去伊讲你来看卖者嘛，看这个到底是怎所以我就过去就交伊一个工人坐落来讲伊这工人才来无偌久呢我就咧甲伊问讲说你怎伊讲伊有一款的能力会晓医我讲你是怎安会晓医伊讲因为心灵互伊的能力心灵互伊所以伊讲伊每一摆要医的时阵伊会念祈祷文伊会祈祷会念祈祷文当然也好念所以我甲伊讲了的时阵我就甲伊甲一个会友讲我讲这个物件你袂做你搁去担伊我讲你着互伊做第好你着互伊离开了互伊离开恁厝来了因为伊这种能力毋是对上帝下来的毋是对上帝下当然伊真惊伊讲我要怎我若甲伊叫伊离开的时阵伊若甲讲什么做巧是啥物要怎后徛伫因兜这个也是啥事物所以讲咱祈祷所以祈祷上帝甲伊开路真奇怪上帝甲伊开路互因的什么互因的 building 互伊徛的这个楼这个 administration 运准甲伊讲说这个工人袂做点恁食咯干原来这个工人较早是食别人的头路但是送一个 building 然后我无食的时阵再来找伊了因的这个大厦内面讲你若送一个大厦的人会工人你袂做你请别个人别个什么徛家的工人伊惊什么恁的工人会签来签去所以讲你袂做你请安尼所以好得伊讲迄个讲所以这个工人孤不离中就离开啦然后伊离开毋是因为这个家庭要甲伊送出去是因为这个大厦的规定所以伊感觉伊讲说哎呀好得到伊离开了后伊讲伊入去伊的房咧看到大真侪什么玛利亚的相阵伊讲伊入去规个也窗门口了所以我过去遐我甲伊祈祷来安尼结晶所以有这种的物件会有啦所以有时阵讲有人咧问讲我若酸腰骨酸痛我去找希律会做入袂我去找希律会做入袂有的疑难检是讲说特别的 baby 你若毋好还是什么因讲什么有事还是什么我袂晓听就去找种的人伊会甲你讲你要怎知影是写实的还是有邪灵的真紧捌甲人捌甲讲啦伊讲过你若去找一款希律的还是什么讲伊若有假卡像说一摆伊收你300块伊若甲你讲假卡偌钱迄个是甲什么了啦
甲有法通放心啦。因为若对灵来诶个，普通伊袂甲你讲客卡看偌钱，伊会讲你记你送，看你要送偌钱，我就收偌钱啦。因为一个能力个，我是对，伊会讲我对上帝、对玛利亚来诶个，是要来帮助人，毋是要来趁钱。当伊安尼讲诶时阵哦，咱知即款诶灵哦是按着，所以若甲你讲假卡个，啊，有可能伊是伊诶什么？伊咱讲伊汉也无害啦，伊诶工作哦，啊，第二个啊，第二哦，你若看伊若要医啊，是要甲你医落讲，伊个有咧念一个物件啦，哦，念记祷文，还是念一个物件，嘛是你袂听到，你若知影伊咧念讲，啊，即个物件是啊，应该是甲邪灵有关系啊，然后第三你有法通问伊啦，问伊讲，啊，你第是开始创作物件？你第是开始知影讲，你有迄款什么啊？医治的温数啊，还是讲你的能力对倒落来？你若甲伊问过，伊若讲伊是遗传来的个啊，有个人会讲什么？哦，因为因阿妈真后下个，不然因阿妈过身的时阵个，伊变会晓咯啊，所以这款是一代传给一代哦，这款是甲邪灵有关系，所以。咱基督徒，咱就真小心啦，哦，咱就真小心个，哦，因为心理技术哦，毋是讲隆重对上帝来，牧者个也有法通做，所以哦，咱要怎啊知影？哦，啊，咱要怎啊一个知影是敌基督啊？有另外一个个就是圣经内面所甲人讲的个，咱有法通问伊，啊，就是。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到第3节，你讲啊，亲爱的兄弟啊，一切灵恁唔通落信，总要起验。什么灵是出于上帝，唔是因为世界顶面有真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啊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上帝。对安尼，恁就有法通认出上帝的灵来。凡啊灵无认耶稣，毋是出于上帝，这是敌基督者的灵。你对世长已经听去，伊要来，现在已经在世长。凡啊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所以咱有时阵你若问伊，伊若讲伊信耶稣，你问看伊信耶稣，伊有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好，所以互鬼附着的人。有时阵你爱知讲有鬼有附着啊无，咱会做你用一个问，讲你有相信啊？我互耶稣基督的名问你啊，你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是道成做肉身点伫人的中间？伊若是邪灵，伊袂相信啊，伊会讲伊无相信，甚至伊的面咯，伊的声会变过，所以咱知影这个是什么？敌基督的灵。但是咱感谢主啦，因为点伫咱内面啊，比点伫世界的会更加大，会更加大。OK， 所以咱有法通赢过，咱靠耶稣基督的名，咱有法通赢过。然后这个假基督啊，伊唔单单是互人来敬拜这个手啊，伫第16节啊，伊讲伊个叫众人啊大小啊，无论你好业无好业啊。你拢伫你的正手啊，甲你的鞋顶面啊，你就印一个印。然后这个印是什么呢？这个印有可能是叫做雕刻，雕刻也是叫做这个印啊，还是这个叫做国语叫做烙印哦，就是用种烧的物件，可能甲捂落去哦，也是用这个印个，也是一款的印记。咱唔知影这个印是什么啦，但是咱知影个这个印哦，你若受这个印哦。你是干呐？属伫恶者的，属伫敌基督的。然后伊互世间所有的人，伊这个是强迫性的。你若无迄个印哦，你无法通干呐？你无法通卖买，减是？你无法通卖买，你无法通买物件食，你逐项无，你要怎啊来生活？所以真侪人同款为着要生活，也是看到这个手，因也是爱来拜，所以因就领受这个印。那这个印呢，有一个数目啊，是叫做什么？666。所以真侪人直直咧讲这个666啊，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讲，伫咱买物件现主时，几乎所有的物件有一个咱叫做 barcode 啊，这个 barcode 啊，因讲这个啊就是迄个666啊，安那？因为你若看 barcode 啊，伊头前啊、中头啊、到后面啊，这个号数啊是头一个是6啊，中头一个也是6啊，落尾一个也是6啊，所以每一个安尼啊，计是有头尾甲中头，计是送一个6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个是666啊，啊，这个就是6了，因为干呐，啊，这个恶者啊，这个敌基督啊，伊就要用这个啊来控制。为了讲无666是这个什么电脑啊，computer 啊，你看你若用 computer 啊，这个英文字母啊，你若甲伊加，你若讲 A 是1 B 是2啊，你安尼直甲伊加起来，拄好是666。甚至有人讲啊，全世界啊，第一最大的叫做电脑啊，现在是应该有搁较多咯。顶摆啊，在60几年的时阵啊，头一个最大的这个 computer 啊，一个电脑，伊是叫做什么？叫做 The Beast 啊，英文是叫做 The Beast， 汉文就是兽啊，野兽的兽啊。伊讲你看咩咧？啊，圣经讲伊是兽啊，所以迄个是啊，所以咱相款咱无法通讲看到底是啥物啊？啊，然后有人讲啊，无这个是叫做 RFID 啊，啊，这个就是用电波啊，用电波创的一个叫做 chip 啊，所以你若看你的什么 credit card 啊，有一个物件伫底啊，啊，这个叫做卫芯片啊，伊讲这个啊，这个就是要来 control 啊，要来控制大家人啊，甚至啊，伊讲因现主时啊，毋是现主时啊，90几年啊，有发明啊，一个物件啊，叫做生物的晶片啊，伫这个内面啊，伊有一个什么微型啊，真细啊，的一个 microchip 啊，刻伫内面呢，啊，然后再一个用玻璃藏起来，你有法通刻伫人还是动物的身上啊？这个偌大呢？甲一粒米啊，普通的一粒米粒啊，甲大一丝啊，并一粒米粒甲大一丝啊，伊讲伫90几年毋知伫美国还是倒啦，有一个人啊，伊发明一款伊发明了的时阵啊，顶摆发明的时阵啊，就是该刻咧动物啊，主要是70几年、80几年开始有啊，伊刻伫动物的身上啊。然后再放回飞啊，飞了的时阵，伊通知影讲这动物飞去倒啦，伊咧创啥，伊咧创啥，鹰咯，还是做什么海豚咯，啊，因会安尼甲创。但是到90几年有一个人啊，伊则去发明讲，有法通刻伫人的身上啦，哦，有法通刻伫人的身上。那你迄个物件，因为这种物件计是电子的，所以电子就需要电源啊，需要电头啊。所以咱有叫做 pacemaker 有的人咱点是心咧，你就刻一个差不多6、7年，你就干呐，就我再换电头因为电头会用得了。伊讲种个必怎啊？所以这个人伊去发现伊用差不多当初是91年伊用1面桶美金会去研究伊研究的时阵伊讲伊的电头有法通亲像咱现在其实咱现在咧用的 cell phone 手机的电头啦，有法通什么充电啦但是伊要怎充电呢？伊咧充电是用咱人什么身躯内面叫做体温，OK， 咱的体温当你的体温开始起落的时阵迄个物件就有法通充电所以伊就去研究讲伫一个人的身上倒落一个所在伊的体温第紧干起落的，所以伊了的时阵伊研究了的时阵，伊讲伊看到2个所在啦，头一个是咱的血啦，咱的头血，所以二咱若咧烧，咱就该望看卖看有烧无烧，因为咱会知这个搞变过。第二是正手这个手
背啊，手背啊，手背，所以这两点所在哦，你若用迄个个，因为真紧变动哦，所以有法通充电，所以若有法通充电个，你毋免一年后你就搁改什么手术就改推起来，就搁改换电图，再搁钱入去，所以当伊发现了的时阵哦，有人就来讲说，你来看圣经啦，圣经就写讲人的血甲咱的手讲哎呀对啊，因若读圣，因若好好读圣经个，伊就省迄个100万的美金咯吼，伊就省100万的美金但是有人搁再问伊个讲无人啊，但是你这个电图个，咱的电图检是若摕偌久的时阵，有时阵会歹，若歹会啥物会漏一个啥物漏汁还是漏一个油？伊就讲吼，若漏个。这款的物件对人的身躯无好了，所以你讲你若摕伫人的身躯内面，在按遐老的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伊讲哦，这个有叫做毒质啦，所以人的身躯会生一个疮啦，生一个疮。所以有人现启示录16章啦，你现第16章启示录16章的第2节啦，可以看过启示录16章第2节啦，伊讲有一位天使哦，这个是讲到7个碗，有一位天使便去，将碗倒伫地上，就有恶利毒的什么疮生伫迄块有受印记甲摆手的人的身上。所以怀有受的印伫因的身上，佮因的生毒的疮啦。所以讲甲你讲的嘛是啥？就是讲，因为迄个电图老的时阵哦，伊就变生毒疮。所以等于人家讲互伊看出来的时阵哦，这个科学家变伊变信耶稣了伊变信主国，伊讲圣经讲的确实有影。但是这个666是毋是一个物件摕伫咱的手中咱毋知影啦。OK， 所以这个无讲在世是安尼因为这个是什么人去讲的个所以最近我毋知你捌听到人咧讲无？讲疫苗是一个什么受的印啦？疫苗是666受印的7大证据所以才有咧讲所以真侪人敢若伊无爱签针啦。伊讲因为这个 COVID-19 的vaccine其实这个就是666啦，我无爱去签着啦所以才有讲到晶片的分身新冠的疫苗量子点微针的疫苗，讲主要就是做什么？改人类基因改造的做物件，所以真侪人唔敢去签啦，因为讲这个就是666的记号。其实我跟你讲啦，无拄是安尼啦，毋是讲你去签伊个就是因为什么该签一个物件入去内面互你身躯干所以叫做帮助咱这个圣经有讲是安尼啦，但是到底是什么，咱毋知影啦，所以毋通为着安尼按遐来行遐啦。所以将来咱看到什么呢？咱看到手，伊是政治家 ，OK， 这个是叫做特基督是政治家，然后伊会用印记，伊来控制规个经济，伫手会掌管住的，所以伊有一个什么全球化统一的政府，然后伫宗教方面，孤单一个宗教就是来拜手，所以你若无拜手的人。你根本无法通生活。你想看卖咧？你要买物件，无法通买物件；你要买牛奶，也无法通买牛奶；要买面头，也无法通买面头。你出去也无法通搭车，你逐项无法通出去，无法通创。你要怎活？所以真侪人讲喊落就是来军队也无啥物歹。有的人就是变因为要活，所以。就按遐来敬拜，有诶真侪人是因为真欣赏这位特基督，伊真贤讲话，伊真贤做代志，所以就伫遐来羡慕
来敬拜。所以咱应该就怎样呢？基督徒啊，伫现主时啊，有真侪物件，咱就怎啊？咱就伫主内面干啊，敬重啊，咱怎样装备家己啊？咱就知影咱所信的是什么，咱就会晓来明白了解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现主时伫末世的时阵，有真侪假先知，有真侪假基督，有真侪毋对毋对按无照圣经的教导出来，甚至因挂什么基督教的名，所以咱就装备家己，咱就知影咱所信的是什么。你知影你所信的是什么？当然有真侪异端，咱无法通隆重的异端，一个去来看讲伊的问题是伫倒啦，根本最主要要怎通人要怎批判家己呢？是咱就知影咱所信的是什么。我用2分钟来讲啊，这个物件。有一个人伊去找师傅，伊要学什么？要怎啊创？要怎啊磨叶啦？叶要怎啊甲磨真好势？啊，甲当初时哦，因是着这一个师傅啊。然后要怎磨叶？要怎知影讲这叶是正的，这叶是假？这侪正，这侪假，你袂晓。所以去找这个师傅的时阵，啊，这个师傅啊，就讲 OK， 会做得啦，伊就推这叶啊，互伊啊。伊讲哦，你这画咧手咧，你去甲伊看，所以甲伊看到要翕，要无你定定画咧你的手咧，啊，画到下晡啊咯，伊讲你倒去咯，伊讲我今仔学啥，就是学一个画一个叶，第2日来，我再互伊画迄个叶，哈。3个月了后，我再是个。伊讲我来，我是要学啊，你第是要教我。伊讲目屎，我教你就是安尼啊。到半年了后，6个月，伊讲无要咯，我了我点钟啊，我坐伫遮。伊就讲袂咧，你坐咧，伊搁再推一个叶互伊。等伊囡仔推着的时阵啊，伊青年人伊推着的时阵啊，伊就讲哦，这都都假啊，这都假啊。原来啊，因为伊看迄个正呀，直看迄个正呀，伊就知影正的是什么。所以当伊拄着假来的时阵啊，伊就知。有人讲银行啊，还是讲说中央银行啊，咧看咧因咧小纸你啊，你要怎知影什么是假，什么是正？因无咧看假，因计是咧看正的。当你对正的真正的知影的时阵啊，假上来你就知。咱的信仰相款啊，好，你就知影。咱就好好读圣经，好好默想上帝话语，好好去尊敬。当咱知影上帝话语的时阵，无论外面来的一个异端邪说，咱有法通行日徛日得掉。啊，所以咱今仔日啊，咱就看到遮吼，啊，咱看到魔鬼也是有3位一灵啊，灵，然后基督，